艺人孙鹏和迪英的儿子孙安佐，去年3月曾扬言要毁灭校园，因此被美国关押长达8个月。在他首次出庭时，竟向媒体表示我想看动漫，引起热议。他近日也透露，其实那样说是想让朋友和家人安心，即使被关了，还是跟以前的他一样。19岁的孙安佐去年3月在美国时，曾扬言要毁灭校园，并且还非法持有弹药、枪械，因此被关押8个月。他在首次出庭时，被媒体问到有什么话想说，孙安佐仅说了一句“我想看动漫”，还向镜头反手比比，言行举止都让人摸不着头绪。孙安佐从被美方地界出境返台后，开始积极经营 YouTube 频道，成为快速窜起的网红。近日还跟反骨男孩合作拍影片，而他也在影片中透露当时被关押的心境。孙安佐表示，当下会说出我想看动漫，是为了不想让父母看到他沮丧的模样。虽然我被关，不过我还是没事，还是一样开朗，不会说我被关就很苦。想让大家知道我在里面也一样，还是很想看动漫。我想让朋友跟家人可以安心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